我哋今日有4種動作，我哋先頭係做3個動作，加埋一個喺後邊。我會用2個 dumbbell，同埋第一個圈係用個 dumbbell，第二個圈用個 BB。嗰個 BB 係20磅到啦，同埋嗰啲 dumbbell 係每樣係10磅。OK，我哋揸住2個 dumbbell 先，我哋會係踎低。咁你踎嗰時咧，你小心啲唔好踎得太低啊！我哋用個囉柚同埋用個大髀嚟企起身。你企起身嗰時咧，你要踩個踭嚟攣個囉柚嚟企起身。喺企起身嗰時咧，你呼氣。OK，唞10秒。我哋每個動作咧係30秒，我哋會唞10秒。OK，而家咧係踎同埋企起身嗰時咧，你拱嗰啲dumbbell上去，你拱上去嗰時咧，你先呼氣。Hi baby 啊，係啊，睇住媽咪啊。如果你感覺到你個背脊同埋你啲膝頭哥咧，你試下坐去個踭度。OK， 第3個動作咧係swing， 喺中間嗰度用個囉柚。同一樣，你起身嗰時咧，你要踩個踭，攣個囉柚，要呼氣。OK， 唞一陣。而家咧，第2個圈用 BB。係啊 ，BB， 我哋踎。係啊，同媽咪做運動係咪？係啊，係啊。企起身嗰時呼氣。OK， 而家攬住個 BB， 小心啊 ！Ready？ OK， 呼氣，呼氣，唞氣，呼氣，吸氣，呼氣，吸氣，呼氣，吸氣。係啊，你要感覺到你啲膊頭同埋唔識講嗰啲 tricep 喺你手後邊嗰啲肌肉。你揈個 BB 嗰時咧，要小心啲啊，唔得用隻手嚟揈。呢個囉柚同埋個腳後邊嗰啲 hamstring。Yeah， 差唔多做完。Come on baby。OK， 仲有1個圈。Ready？ OK， 拎個囉柚。係啊 ，BB 玩我嘅乜啊？企起身嗰時，你小心啊！要踩個踭，唔好俾你啲唔使向前到腳趾啊。OK，
第二 ，ready？係踎，我哋上去。差唔多做完啦 ，baby，almost there。baby 好似唔係幾中意啊。OK， 坐低睇媽咪啦，好唔好？我哋揈嗰時咧，你要小心個背脊捏住個肚腩嗰啲肌肉。你小心唔好俾你啲泵你嗰啲weight 過去腳趾度，應該都有。OK， 而家咧，我哋瞓低做啲 abs。OK， 咁樣屈咗嗰啲腳咧，你一掂個踭落地下，你用個肚腩去呼氣嗰時咧，用你啲 abs 嚟拎翻個腳上嚟。如果你啱啱生咗 BB， 你唔使喐個上邊個頭同埋膊頭。如果你想難啲咧，你可以拎高呢個頭同膊頭，拎高，仲掂個腳踭落地下，你拎翻個腳上嚟嗰時咧，呼氣，應該嗰啲感覺唔係呢度，唔係 hip flexor， 你要感覺個肚腩嗰啲 abs。係啊 ，BB， 就嚟整完啦，就嚟做完啦。你要睇下你個肚腩，唔好俾佢突出嚟啊！有時如果突出嚟係危險㗎。再嚟到，OK， 做完啦，8分鐘，4個動作，3個圈，可以用 dumbbell， 可以用 BB。希望你明我講乜啦。OK， 拜拜。